先代表广播社甲咱教会讲多谢，因为咱的听心广播社伫本来是7月第3主日文字书堂主日，啊，毋着要拆开阮会当来，所以咱提前来到这个时阵。搁一摆，大家说多谢。过去得到咱真济这大下手伫这个文字书堂里面，咱知影文字书堂广播社所出的刊物，你会当举一种上简单的啥物物件？啊？是嘞，因为我正面吼，小可重听，所以听有咧，搁较大声一撮。哦，经心周刊啦吼，经心周刊，伫你的手分互你的厝边隔壁，是分互你的朋友，捌无？有吼，真感谢咱大家手伫文字书堂、文字团队的书堂，因为咱的主耶稣是遮尔啊疼咱，是遮尔啊，互咱无孤单，因为咱拢属主。这首是我亲爱的耶稣。广播社自振堂人声4点唱，伫自振堂的来源，伫咱的周报内底，我有甲迄个资料传来互干事，所以有甲拍伫咱的周报里面。自集珍宝在一道，咱即摆自集伫遮拢是珍宝，
拢是珍宝。啊，即阵吼，搁较珍宝，因为年纪拢大吼。啊，搁一方面，男声自集做伙的时阵，阮起一个音，就会当做回来，将上水的歌声呈现伫人面前。广播社过去，拢讲啊，因为无经费好买琴嘛，所以吼，琴无法度炸出来，啊嘛无足水的音响，所以阮就起音就开始用上水的原声来唱，就是。